我係 YT 啊！喂，今集啦同大家咧繼續玩呢一個 Pokemon TCG 咁啊。其實今次咧玩呢個 Pokemon TCG Pocket 啦，咁啊同大家抽下卡包，因為咧又有新卡包出啦，咁啊就係呢一個雙天之守護者嘅呢一個卡包啦，咁一個全新嘅系列啦咁樣。咁啊 total 咧今次有兩彈嘅，咁啊有呢一個嘅就係有 Sun and Moon 嘅系列啦，就係冇錯就係太陽同月亮啦咁樣。嗱我今次咧有500個嘅漏斗嘅，去同大家去抽咁樣嘅。今次咧太陽呢 set 嘢咧係重點 set 嚟嘅，因為點解咧？因為我要抽呢一個嘅莉莉艾啊，係啊，抽莉莉艾咁，所以咧呢一 set 嘢係比較重點嘅 set 嚟嘅。咁既然係咁咧，好啦，事不宜遲啦，同大家抽卡包啦。好啦，同大家抽卡包先啦，咁啊嗱，咁而家我嘅畫面咧就係抽卡包嘅畫面啦。咁咧撳落去，先同大家咧先嚟10抽太陽個 set 先，係啦，呢個太陽個 set，咁啊509個沙漏啦，咁我就500點沙漏啦，咁啊同大家咧先嚟第一個10抽，好嚟啦，117，有多啊，應該有機會。好，咁啊睇下中啲乜嘢嘅太陽喺系列啦。好 A3啊，而家呢個系列嚟啊嚟啊！有冇？喂，大鑊！全部哇咁啊！哇凍過水喎！好細沙寶爺啊！喂，哇！奇妙花嘅 EX 啊！我第一張就係二色啊，色違版嘅兩星啦。哇，好癲啊！好跳豬 ，OK 咁啊，哇繼續第3包，哇全部白卡，好啦第4包，我見到有閃啦，終於阿萊拉地鼠，哇老翁龍啊，小拳石小，哇馬基亞拿。係啦，咁啊呢張嘅鋼系嘅 Pokemon 啦，二畫嚟嘅，1星嚟嘅。好，第5包全白卡，哦可以下個。哦有二畫啊，又有特別圖啦。呢張係哇沙丘啊 ，basic 啊，咁啊呢超能系1星嘅卡啦。好。哇，都係白卡嘢啊！第9包又好似係 Pokemon 嚟嘅喎，哇！喂，今次嘅其中一張大獎啊，呢張嘢都勁啊！今次好勝無懈 EX 係啊，因為呢一張咧，你打完第一次咧，佢就會進入咗狀態啦。每次之後面打嘅傷害咧就會加多40點，即係 total 打80啊，其實都幾勁啊！即係如果你話對面係一啲80血嘅 Pokemon 咧，一隻就秒噶啦呢隻，好易出添啊，因為一粒水 N 就做到啦嘛。OK，咁啊繼續啦，咁啊呢一包就開落去啦。哇！呢張二畫甜冷美後啊！哇呢張新嘅二畫1星，喂但係暫時開極都係1星卡啊！好咁啊10包。咁啊，最令我意外啦，就係中咗呢一個嘅奇妙花嘅 EX 嘅二畫色違版本啦，好靚啊！呢張嘢其實老實講，第2包出到呢一個其實係一個我意料之外嘅一樣嘢咯。好啦，不過就好可惜就中唔到呢一個莉莉艾啦。咁啊，同大家咧玩第2次10抽，就同大家咧去抽呢一個，繼續抽呢一個太陽。好，第2次10抽，咁睇下呢次10抽裏面咧，可唔可以做到我想要嘅嘢啦？好啦，嚟啦，嘿，一閃啊！喂，有靚嘢啊，睇嚟。好啦，好，喂，咁啊，唔緊要啊，其實暫時見到有靚嘢啦，咁啊，所以咧，佢暫時呢度入白卡都唔係問題，我順便儲圖鑑。哇，見到好靚嘅鑽啊！好啦，呢張係咩嚟嘅咧？嚟啊！哇，半可丁嘅色違啊，即係波波球進化嘅色違啦。哇，好呢張嘢係好靚色違版本。好啦，喂，閃嚟嘅。OK，好冇特別。
係啦，一階咯，即係二階嗰啲銀鑽卡、銀邊卡咯。好，即係如果實卡裏面嚟講咧，呢個 R 字卡啦，助咒娃娃。好啦，咁啊第二次十抽完咗啦，咁啊喂都唔見有莉莉艾出喎，咁啊莉莉艾嘅機率都真係好似好難啊。好啦，咁啊睇下啦，應該咧我又有新圖鑑啦，轉一轉啦，咁啊太陽嗰度暫時抽住呢個220包先啦，咁同大家咧抽下10包抽下10包月亮啦，咁啊睇下月亮出到啲咩啦，咁啊可能咧有機會咧將佢臨尾個10零抽咧轉翻做太陽，因為我想博張莉莉艾啊嘛，嚟啦，哇一閃嗱，有張必定係靚嘢先咯，起碼一樣嘢係我知道係，哇係咪金邊嚟㗎？哇哦皇冠，哇正皇冠嘅太陽啊，索爾加雷歐嘅 EX，哇我心都嚟一嚟啊！皇冠啊！哇，冇搞錯，大佬中皇冠。OK， 好。哇，細嘅一個小小地嘅 God Pad 咯，係啦，因為中到閃嘅卡啦，兩張閃啦。約丁魚，約丁老實講個約丁魚咧，對我嚟講係一個陰影啊，因為我好多魚嘅卡咯。即係收實體卡又中好多魚啦，唔知點解。好，喂，又有閃啦！哇，爆焰龜獸，炎屬性，今次炎屬性嘅新卡啦。雖然佢唔係EX啦，但係都唔錯，好似話聽講。好啦，哇，奈克洛之馬咁啊！呢一個係新 Moon 系列裏面咧嘅大佬卡嚟嘅，其中一張大佬卡，不過唔係 EX啦。OK， 繼續。又有閃喎，呢張係邊張呢？究竟？哇，蛋蛋嘅異畫卡啊，仲要係色違版嚟，唔錯。好啦，好冇乜特別。嗱，暫時目前為止咧都係出緊白卡嘅。咁啊，喂，其實老實講，呢10包出得幾靚喎，真係出得幾靚喎呢10包。好啦，咁啊呢度就新嘅10包啦。咁啊，其實最爽嘅地方就係咧，今次咧出咗呢一個金卡啦，呢一個皇冠嘅太陽啦，呢個係我意料之外嘅嘢啦。咁所以其實呢10包都幾唔錯。既然呢10包出嘅嘢都幾靚咧，我咧就將呢一個運咧轉翻去太陽嗰包先，睇下可唔可以中到呢一個嘅莉莉艾嘅二畫啦。我最想就係中佢二畫嘅卡包咯。老實講句，係想中封面啫嘛，想中封面呢一張全圖版本啦。最想就係中2星呢一張，2星呢張係靚嘅。好啦，119嘅沙漏啦，咁啊同大家睇下抽多10抽太陽啊，轉做太陽，乘勝追擊佢啊！冇啊，唉，都知出事啊！再接再嚟，喂，哇，有一張係2星嚟嘅喎，好似係，唔係喎，呢啲3星嚟嘅。唔係喎，2星，哇！呢張超靚2星，我第2張索爾加雷歐嘅 EX 啦，咁啊計皇冠之後啦，咁啊另一張嘅太陽啦，就係呢一個嘅2星太陽啦，二畫太陽啦，呢張又係靚嘅，真係逼我砌太陽啫，哇！我開咗前後加到40包卡，先中第1張糖果啊！唉，喂，唔通呢張係？好啦，又係睇動畫嘅時候啦。哇！呢張係超級靚哦，成個阿萊拉隻新 Moon 系列嘅哎呀，新 Moon 系列嘅 Pokemon 都喺齊晒度。好靚啊！成件事
哇！呢個係有啲過分，係啊。咁啊，三星嘅莉莉艾，哇！終於出到三星莉莉艾二畫啦，哇！好滿足啊！今次呢度10抽玩法，好繼續。又嚟，我又有色違啦！哇！色違嘅奇妙花，妙蛙花 EX， 第2張色違版。哇！呢10包係真係計翻頭先嗰10抽嘅之後，繼續乘勝追擊去出，咁啊出到一張嘅2星嘅太陽啦，同埋咧出到呢一個3星嘅莉莉艾。哇！呢個簡直係犀利，勁過 God-Pack 啊！好啦，咁啊抽完晒咁多包啦，咁啊同大家做翻個總結先啦。好，喂，開翻個圖鑑俾大家望下先，因為咧應該拉到最底噶啦，我要俾大家望一望個圖鑑啦，咁樣。OK，咁啊今次咧呢個新 set 嘅圖鑑啦，雙天之守護者啦，咁啊2 set 月亮同太陽2 set，咁我都叫做太陽我抽到差唔多都好多啦，已經係啦，因為155嘅圖鑑我抽到105啦，即係我爭大概50張卡嘅啫，咁啊齊啦。咁啊當然啦，有啲嘅 EX 我未齊晒啦，咁樣，咁但係好驚喜一樣嘢啦。首先色違嘅版本嘅卡啦，我就中咗3張啦，然之後咧 Double R 以上嘅 Rare 都有噶啦應該係1星以上啦，有8張啦，咁然之後咧就1張皇冠，好勁嘅一樣嘢就係、是、我居然今次呢一彈我用咗40零抽左右中到1張皇冠，犀利！太陽皇冠我爭張月亮皇冠啫，可能中埋啲月亮皇冠我齊噶啦，有機會。咁啊另外啦最驚喜嘅嘢就係喺同一 set 嘅10抽裏面，我出到呢一個莉莉艾嘅3星啦，同埋出到呢一個太陽嘅2星2畫，呢個係令我最驚喜嘅地方啦，係啦。好啦，咁啊今次呢一個嘅 Pokemon 啦，同大家抽到呢度先啦。如果中意呢條片嘅朋友，大家記得 CLSS 記得 like、share 同 subscribe 我 YouTube channel， 同埋大家可以 keep 住支持下呢一個 Pokemon TCG Pocket。即係呢隻 game 其實 keep 住都繼續出緊，其實我都覺得係幾好玩嘅。咁如果大家中意呢一類型嘅影片嘅話啦，咁大家可以不妨俾多幾個 like 我，同埋 share 呢條片出去啦。好啦，咁條片去到呢度先啦，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